封 Sir 要教啲新嘅嘢俾你。今日出呢份卷嘅老師非常之奸詐，非常之陰險。我相信呢位老師喺出卷嘅時候係攞住呢個衰樣去出卷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你發唔發現你今日自己好醒目㗎？購物天堂、東方豬豬呢啲全部花名嚟嘛，你咪全部加引號啊！但係你今日加引號全部交叉嚟嘅，點解？係啦，因為你去到最尾加咗呢3隻字，你先知佢講緊嘢啊，所以入邊咪全部轉晒錯晒咯，係咪？所以呢度咧，封 Sir 想教大家做標點嘅時候一個細節，唔好好似盲頭烏蠅癲咗咁樣，一見到即刻寫，唔好咁樣。寫嘢之前睇晒一次篇文章先，跟住先落手寫標點。Look one time first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標 point， 標點啊標BILL 咯，點咪 point 咯，得啦。你英文冇學我，中文學我好啦，知唔知啊？哪個城市既被稱為購物天堂，又俾人叫做東方之珠咧？毫無疑問就係香港啦。如果你想睇日出咧，就去太平山啦；如果你想去購物嘅話咧，就去購物商場啦。跟住最尾有最新嘅關鍵嘅3隻詞，叫咩？老師，即係老師講緊嘢。所以我哋就會知道啦，後邊冇對白喎，即係佢對白去咗邊啊？係啊，先話後人。所以我一望完呢度咧，我一開始做咧，我就會即刻加開山號啦。但係你唔睇，你唔會一開始識得加呢個標點噶嘛，所以睇咗一次先知唔知啊？所以入邊啦，自動自覺啦，將入邊啲所有單引號改翻晒做分。係啦，咁你咪可以避免自己扣少幾分咯。嗱，就係個秘技喺度啦。